一边6只金鲤呢，反正这龙头呢，水龙头，你看那个吐水口做成那个龙头的造型。哦，12只了呢，12只龙头，算一算12只了呢。哦，那算是水龙啊，它那吐水的地方叫龙头。你看，民间的那个自来水管的出口了，那叫水龙头，哦，你看那个剪连做成的龙，哦，1、2、3、4、5后5龙啊，5龙啊，哦，你看，还有守护的天神，哦，托塔天王哦，守护着塔的呢，是托塔天王。然后那个太子的话，是不是太子一公？太子的造型，太子一公啊。九龙七星，雪野光明桥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哦，你看天神的守护的桥，九龙七星雪野光明桥，九龙七星雪野光明，雪野光明桥，你看，哎，正中央那是代表太阳，那龙是4只哦。然后这边有鲤鱼，有鲤鱼。你看稻谷了，稻穗一片金黄了。收割好了。你看天圣湖啊，今天呢，农历10月15，水源，下元节，水官大帝大禹治水成功的雨帝啊，水官大帝的圣诞日子，来参访台南市东山区田尾的天圣湖，主要供奉治水成功的，古代明君尧舜禹帝大禹圣地哦，在这里尊称为叫护戒圣地，浙江啊，这个浙江，田尾有姓苏的，田尾也有姓吴的种火龙果无毒栽培的火龙果很有名的嘞，要发展火龙果观光园区嘞